各位戰友早晨，今日係11月24號，同大家分析下最新市況。美聯儲官員對減息意見出現明顯分歧，令到美股近期上下波動，港股走勢都跟住變得反覆。再加上投資界對呢間公司前景轉趨審慎，市場氣氛變得保守。好在上星期五有鴿派官員出聲支持減息，令到大市得以回升。預計今個星期個市會比較波動，將在24,800至25,600點呢個大區間上落。今日波幅預計在25,400至25,600點之間。策略上建議可以區間操作，高沽低揸，但要嚴守止蝕，控制注碼，留意美聯儲最新言論。記住，波動市最考驗紀律同耐心，快啲 save 低呢個分析，同班戰友一齊應對反覆市況。